前有什么水果盲测试过？是。来，主管第一版拿出来过，我就说，我好像没有吃过，他们一片震惊。跟你比说有多嘛个事情？像这次有一只冲得非常暗，又幽默，后来当第二件迄白盘专门唱嘅白烟。哦，大音团的哦，那个声音响亮，懂亮的，嘿，懂亮。好嘞。掉闹热喽！三姑娘啊，唱啊，心路开哟，莫唱歌的心爽，闹热到你退，闹热降下来。大家好，我係蒙古啊。来，吉娜，大家好。而家要嚟到係鬧熱到你退流行歌曲組嘅波比爭霸賽。新嘅叫面開始咧哦，上禮拜你嘅賈斯汀畢業咧。對啊，賈斯汀終於畢業，真係非常感動啊！連續4關呢。冇簡單呢。終於就冇下來咧。哎呀，真厲害呢！真係對客家人有心。真係嚇，嚟今日要來位新嘅參賽朋友。新嘅朋友來咧，歡迎。訪問下嚟嚇。嚟比賽之前就介紹下你評審先生。好，歡迎一家秀先生、齊思飛先生、總飛先生。尤少奇先生，係 TV 來自印尼，Indonesia，王若琳帶來一條法術。哇哦，國際化咧。非常特別啊！有冇講？係啊，佢係來自印尼嘅客家人。Indonesia。你印尼吼，青島嘅客家鄉真平。當到客家人。華僑青島咧，你睇嘅是嗎？你印尼那一部分呢？咖喱曼丹那啲那隻島，印尼有2萬多個島，2000多個島呀，2000多個島。三口洋。蘇門答臘島是本島嘛？哦，不是，那另外一個島。另外一個上面那個，跟馬來西亞一起那個，對不對？對。東馬西馬那旁邊。對，那旁去馬來西亞還有5個小時哦。就是跟東馬連在一起那個島了，對不對？對。哦，我知道，那個有一個叫莫愛芳。莫愛芳有沒有？有做演員，對，他也就是來自那裡的客家人。哦，真的哦，優秀哦。優秀。係啊，我一拜讀到幾咩嘅，同我講客嘅時候，哎呦，你們印尼人有冇講客？我客家人啊。對啊。我的嫂嫂也是。
印尼嗰邊嘅華僑嘅客家。對，上次他還跟我講過，因哦，為真的哦，哦，您是我的嫂嫂，不是哦，我同公哥係嘛？我在那個頭份農會那邊不是在做選秀嗎？對啊，選秀我要同講嘅。對啊，哦啊我在那邊選秀啊。哦，有，喺戰役先生嘅關係係嘛？對，被戰役先生 Q 來嘅。跟而家客家話同咱咧台灣嘅客家話有共樣冇？不一樣，冇共樣啊，冇共樣。啊，用講唔通嘅事嘛。來台灣嘅叫嘅。快30年了。哦。喺家來啊，對，喺潮汕咧來。我老公翕相嘅 V 啦。老公。帶嘅人摸嘅有嘛？對。老公去把你娶回來了呀？對。哦。啊，你喺客家話就通嘅事咧啊。應該融合嘅啦，係嘛？我本來都講客家話，不過冇入狀嘅啦。你個嘴係低呀呀？你要講你要講緊一手，對，要用這樣撐着，不會那麼酸這樣。冇啦，開玩笑啦。對，唔是建中，不用強裝。所以你講海豐咧？係啊。你印尼嘅時節講咩海豐？係海豐。哦，咩海豐？海豐啊？哦。我印尼沒有按到嘅強調呀。哦，也可能我是印尼嘅萬隆，係咩咧？萬隆，跟客家人同道對嘛？冇跟客家人嚟。冇啦，你講翻啦。好啦。係啦，同客家人交朋友咩做得啦？係嘛？對，同貼嘅，佢係安尼林展毅老師嘅學生咧。推薦過來，會選嘅時間你是讀過沒有？你嗰邊會選嘅。對，啊，展毅老師。搶來參加比賽係嘛？唔來參加比賽。吃得很衝的暗號應該會容易哈。之前那個頭份選秀，電視台叫我過來的。哦，電視台啊。哦，所以還好有客家電視台。對，林兆偉老師說沒關係啊，那你就去呀。對啊。哦。來亮相一下。他說好玩而已。好玩，這樣來2次就可以回去了。搞不好今天就好玩。你難講哦，衝水嚟搶嘉秋老師。好的，公平。哎，兄弟嘛，你冇按鏡好冇？吼，啊，看到跟你講，我就咁講，你請鏡的吼，提白哦，上台是提白嘛，吼。所以哦，他其實是他其實唱得不錯。實在講哦，你從前吼，你當你冇按鏡吼，啊，你要從國家吼。佢撲到佢作準了，好冇？吼，一從個吼再甲口開對唔驚。我驚佢在地啊。他的嘴巴不太敢開，因為他怕。其實哦，他幾個會痛。這樣扮牙齒。這樣扮牙齒哦。啊，所以我們分數通通都打錯了，這樣。難怪講法講冇馬白嘴啊，排泄啦吼！你先講啊！你含的棉花係嘛？呀不是啦，不是，還會痛啦，還會痛啊，還會痛啊！還會痛啊，還會痛啊！哦，啊，肚吼！那你要講一直燙就嚟了哈。他們那邊講海陸的嘛，不，我是覺得像他這樣子真的不容易啊。當然要感謝賈斯汀啦。帶來一陣旋風，這樣啊，大家都國際巨星，國際巨星現在再來我們這個節目就開始國際各地所有的客家人全部都來了，這樣哦。那雖然今天玉林哦，你是來講哦，請打鬆，牙齒又痛了哈，所以下次來的話應該是很正常的情況之下，然後展毅老師再好好的調教一下哈。下次來一定會有更好的成績，這樣好不好？好，加油哦，加油哦，哈！謝謝，好，謝謝。看分數啦，好，看分數，好。看一下馮友玲嘅分數。好。哎呀，這個分數要留下來比較難。有一點困難啊，這個分數要留下來很難。沒有，哎呦，你幹嘛？不要難過。還好吧，不會啦，你怎麼傻掉？還是你突然又牙痛了？牙齒痛哈？對，沒有，我跟你講，來啊，第一擺哈，一定會緊張，緊張啊，反正就像林展毅老師來講的，就來先高高啊，先高寬啊，你先來感受一下這裡的氛圍啊，現在環境，啊，轉一張好好練，喊一擺有機會砸過來邊。哪裡跌倒哪裡爬起來，好不好？好。好。你要不要跌倒一次？他已經牙痛了，你還要他哪裡痛？好了。
好了，好，好，安子说哈，拜拜，也可以哈，也可再见以哈。，再见，啊，收好哈，杀好了，稍微迄总云语到了韩国。还有客家的长官来，哎，长官好。哎呀。韩国好吧，谁人的安多沙？韩国苏哈，错了给老人家，很细的俩高松高下，唔知过来有几多年？韩国西路变得会认真，韩国天桥。亲像无人照顾，很细的俩到也到处，几度春夏秋冬。比个东啊西啊，比个天地，比咧安求到了你的爱难题。不管行北行南行到哪里，行黑路我卡最想爱转移。比个东啊西啊，都世界给你，比咧安安到了你的爱难题。不管行啊行到哪里，无卡永远的心独立。不管行啊行到哪里，无卡永远的心独立。哎呀，哎呦，长官，我们年冲到以后嘞，你冲起来穷铁会国会冲得清哎楚。很好呢。哎，南七天给韩国。对啊，你唱这种比较没有挑战性的歌很好。哎，你有没有挑战性？应该有情感给部分。你第一句出来就吓到人。哎，真的真的呢，还是红布条有差。哎，你哎呦到礼拜都要为你哇也有 Q。加油团呐！我刚刚被长官交代对啊，你跟我用法语讲，没有哈呀要千山万水总是情，他是对手如浮云。你们都是浮云哦，有缘千里来相会，心如已定占西位。哦，对对对，有个松柏路来过，有雷个哥嘞，哎，等他跟红布条，请放下好不好？你们有一点创意好不好红？布条放下来。客家电视台应该要很有创意啊！嘿啊那上个礼拜用过了，这个用过礼拜还在用。了又拿出来用，结果无钱后买新的。没钱啊因为有做一堆本来。他赶紧看上就上来嘿，他一定要做本来你当回一个长官啊。哎呀呀呀，真的真的真的。哦，不拍你们，不拍你们，赶快带他们。还有阿群摸，你看，综艺情不要躲。那都是我们客家电视台的精英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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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他工作打电视台主持人。工作同仁们啊，还有疫情也在哈。有阿群摸呀阿群摸真的，来不及遮了啦。他很优秀哎，真的很优秀，真的是我们客家界真的非常优秀的这个后进。还有那个黄铁柱，那停车桶给他名字不要消掉哦，哈，黄铁柱。你啲客家电视台嘅电音乜嘅部分啊？因为我平常时都会睇做节目嘅，啊，系咧客家电视台嘅节目呢，我如会以这咧我们节目的风格会有不同的分组，有啲人呢系睇神法组嘅。所以客家天师台，人家唔算咧内置嘅啦，嘿，如果我平常时冇睇鏡頭前面嘅，所以我明白上嚟講個鬼緊張。唔會啊，你從那節目以後比上禮拜還要進步。像人家的節目會外置嘛，嘿，外包按人內置，生活組啊，生活資訊組哎，哦，那你看起來有點像生活白痴一樣呢。確實，確實。所以如果係呢類客家電視台，還有本來嘅同事，如果係坐啊幾片嘅同事，印象最深刻嘅事情，如果係我有嗰度喺睡覺冇食過，睡覺，如果係睡覺，你喺度神喺度奈奈有冇？我喺屏東人，我係如果係生嘅哋平常時，如果係生活卡中嘅睡覺啊，我如果食飯酸啊，食臘八的啊，食紅蘿蔔啊。
对啊，不过也着意外嘅，我都可能冇识过，所以是来个北铺黑嘛？还真的冇，太好以前拢喺睇南铺。哦，但是有的水果北部的水果应该没，所以那个如果没地区差异的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怕到时候如果那个南部人群。所以你进来之，哎呀，你进来之前有什么水果盲吃过？柿子，新埔那边的青油苗的呀。所以你就是活到20几岁才开始吃到柿子。100吃豆。因为係 Q 年的時間，所以活到大概25、26歲的時間，還出個 T100拿出來講，我就說，我好像沒有吃過，他們一片震驚。真的哦。還有嘞，還有乜嘅？百香果。百香果你沒吃過，那個山上隨便摘都有咧。我有食2歲的時間，跟2歲裡邊有個百香果 QQ，我有食過嘅，唔講係冇食。是看到佢半年就出嚟。按你出隻同伊約佢來食，我冇按你切佢來食，我有食過2歲裡邊嘅。我冇食過貴啲嘅嘢。哦，貴啲嘅應該咩上到青苔上食過。蔥麻，蔥麻，係啊，沒搶眼的嘛吼。哦，百香果不是很熱門的水果啦。對啊。可以啊，熱門款的我都有吃過。哦，真的哈。真的，那你活得也蠻辛苦的哈。一擔水，一擔水。他改天是會以後真的就是開發了很多不一樣的生活。就是同樣係同事，跟住有同事嘛，係冇？有空起來咧，有空起來。對，你這樣會不會讓我們觀眾朋友感覺哈？吃到客家天使腿都見不得人呢。對啊，跟客家天使腿公眾連吃誒，同同真真好冇？抽章了係冇？這以上言論只代表我本人。你不念，好。他是獨特的，獨特的，就其他小朋友。從事新嘅東西以後啊，係冇？來到客家天使腿從事新嘅東西。講真，啲客家天使腿都好多種多東西，包含藝咩樣樣啊？係啊，藝咩好多種多客家話啊，咩好多種多嗰個紫色啊。雖然我冇買紫色，但是我紫色我有好多。有誒冇誒紫色好多一朵啊！咩好多種多嘅客家歌曲啊，對嘛？客家嘅沈太跳嘅歌嘅啊，對嘛？至少有糖歌啊。看過示範的嘛？來啊！好嘞。好，從說嚟哈，請思菲先生來公平一下。好嘞。好，今日形容今日唱歌，我頭把糖豆芽嘅上線，我唱豆芽上線當後糖，尤其係嗰種溫情感，特別適合這首歌，所以唱起來呢，咪當有感情。好，今日呢講實在，你可能有較緊張啲位啦，那個布條哈講可以拉10次嘛，所以每一次都可以拉，那鐵柱再換一下就好了。好，那10次都不一樣。他只來第2次而已。啊，真的嗎？他100就冇會來的。真的，還有8次。因為禮拜天他們也想要休息。還有8次可以拉哈。那我覺得我知道今日從嘅方向嘅聽味哈，我知道以後，所以講因為亞洲歌曲嘅編曲嘅方法哈，也喺樂團先生，然後潘這位部分啊，因為頭前只有吃吉他的音色。所以你在節奏的律動上面就會顯得有點不太穩定。這個時候啊，我知道你就得仔細聽一下吉他，因為 guitar 部分它是一個跟你做一個伴一的一個角色，一個角色，所以特別要注意他幫你做的那個分解和弦。guitar T-pop 的部分你一定要分辨得出來，你切嘎這樣不會緊張。好，我會發現你沒有抓住那個穩定性，你反而會就是失去了你按後位上線，第二它會鋪陳，會比較可惜。好，這個是在主歌的時候，主歌的部分呢，穩定性可能要找到。然後聽伊嘅部分呢，就係講，我知道也係緊張嘅關係，本來嗰幾下擺吼，應該就唔會，就係人嘅戲啊，因為想要送出來，冇乜敢送。啊，不過呢，因為亞洲歌曲，也不是很放得很開唱，所以要 hold 那個氣本來就不太容易。不過加上緊張嘅時間啦，你的氣在運作的時候，就會顯得也嘅上線嘅部分嘅線條就冇溜溜嘅冇麻穩。喺冇會發，其實幾首歌嘅，你想要做出來嘅種層次感，我知道你就做得到好。尤其係我聽好一句就係
因为有量機嘛，哈，唔管行啊行，而行到那一邊嗰度地方，你聽一擺唱嘅，我是很喜歡的。好，聽一半因為熟哎，就有點緊張了，不知道該怎麼收哈，我們都要樣板熟，所以就造成了你的緊張度。不然的話，你應該那個音也會唱得比第一次還好。好，我覺得你去搞2本，去搞新型啦，哈，買張老鐵柱高模啊，就贊助一下那個布條，8條而已嘛，好不好？反面過來就好了。反面過來8條，我們就把8條準備好，每次都把它鐵柱腰來，這樣。哦，他一百個粉布條用粘的就好了呀，我們用貼的嘛，做的 bond 嘛，黑毛，千秋萬世直到永遠的布條做的用一句，直到永遠。哎，好了，來，看一下我們長官的分數啊，來，看一下總巡一個分數。92分，其實不差呢，不差啊。你前面剛剛有一點就是有點搶拍，對，要不然你這個是音色配這個歌真好哎。以後啊，因為你自己嘅強調啊，對啊，南西軒，你讓我有點驚豔呢，今天的音色。對啊。好來，好，殺來，殺落去古秋田帶來延後7家。哦，後堂哦，永遠的大老二。對啊，還有歌後鳳飛飛，你偶像哦，李正英、鳳姐之呢，董會聰，這影響一代的，真的太厲害了，真的太棒了。變突然的9點戲。吹呀吹，行到你弄夜光山下，夜光照艳阳，讲故事伴你他，还记得太我平，寒色天百款天涯。眼淚行過人生唔起，撲天涯，無法重來，認真當下。愛一遍一遍，然後起高，望到在白衣內送為烽煙。越講越是劇，越講越是夜，總愛曉得感情。你愛一遍一遍，然後起高，不是欣賞配音比你把歌行，也從彼悲傷，下從彼快樂。變夢聽嘅故事，然後起家。西蒙先生，各位聽眾先生好，兩位主持人好。大老二，音大老質呢，二，大潘都音質。對啊，還有歌後鳳飛飛。喺延後7家呀。我的一份柔情，我的一片心意，我已奉獻給了你。哎呦，他會嘞。不呀，今日我愛都不會嘞。沒有，對啊，而且剛好他還有那個鳳飛飛的個樣哎。哎呀，鳳飛飛愛偶像。你偶像哦。哦，李正英、鳳姐之呢，董會聰。這影響一代人，真的太厲害了，真的太棒了。
到。哎呦，变突然的9点戏，你要表一开咧。你唱歌唱安尼开最好的啊，你还有进来进好啊。摸喊你球。啊，就还是摸自信。我看高兴，有上时迄较老眼高的，根本要跳舞。真的啊。系啊，根本要高兴啊，唔过迄个自家喜欢的高的啦。对，每个这对自己太有压力了。真的哈，摸自信啊。他一半的压力一定来自于你。没有啦，那拜都供给大老二。假设你有性感压力。性感压力。性感压力啊！啊，子华妹黑，小姨妹黑啊。你回屏东去啦，你也在这里吓人，真的。没啦，这是良性竞争嘛，太起家长要进来进进步啊，系嘛？哎，子华今年那么精彩，你会教我们唱歌？哎，你会教我来唱？真的哦，哎呦，好棒啊！真的，是因为你教了以后，他才进步很多。不是老师的关系哦，稍微点。他没有把老师的话听进去，然后听你。有啦，老师的话也有听。他也很感谢安豆老师，每个礼拜这样子，对，无私的这样教。知道9点戏头摆冲过阴阳诶，冲个咽后起咖喱种歌诶吼，哎，他软的歌，连他背后天都进来进油，越来越 Q 嫩。对啊，你就是要像这个歌词里面一样，就是把自己演好之后啊，你紧张什么呢？所以那歌词作为激励人心啊。哦，有鼓励到你自己。有激励，可以那个跌倒会帮起来，好伤口会复原，啊，哎，就是鼓励你的不要怕失败，我有自信心啦，所以要多听恋爱歌啊。哦，听了以后就会心灵鸡汤的歌，给自己炖补一下。特别我启动喺这个年纪按台按努力了了都后生的比赛哦，所以多么自信，想讲肯定淘汰啲老的。会啊，对，我也是。所以多么自信啊！很多歌就是刚好就是会激励人这样子。拄好个时间不自家上多，你自家个登录啦，对冇？好啦，不用担心啦，今天有他给你靠了，你不用，你绝对留下来。像比欣赏的公平哈。好了。嘿，秋婷你好，其实我刚才看到你学凤飞飞，尤其是最后那个，我还蛮期待，对，哪一天你可以选一个这样子风格的那个歌曲啊，我还蛮期待的。因为你在模仿的时候，你整个人是很放松的。那我觉得很放松的时候，你就会把你声音的很多的特质展现出来。其实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你去给冲过的事情好像有点撞墙。对，然后甚至我记得我上次听还觉得，哎，奇怪，好像你们记得之前，好像我们老师们跟你提醒过的一些话，好像有一点点又退回来的感觉。好，那心里就是有一点，哎，为你担心啊。但是今天这首歌，我觉得你唱得不错。对，也是你挑歌对你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首歌就像罗哥刚说的，你前面真的是有点太放不开了。其实它前面虽然是轻的，可是你看你怕怕的凉风啊，吹呀吹跟凉风啊，吹呀吹，也是很轻啊，可是没有冲出来。可是那个整个感觉是不是就感觉到，哎，好像有整个风的感觉，就不会感觉你是啾啾的。然后另外一首歌，其实今天有一个你最大的问题，就是所有的字粘在一起的。杭多米诺夜空山哈，这个地方，如果你拍子没有数好，就会很硬。夜空山哈，你就会变得很硬。然后后面又接一句高中年营养，你就会这样子。然后你就整个粘太紧了。我觉得这有两种，如果你可以诠释得很好的话，哒哒哩啦，夜空山哈，稳稳的，哒哒哒噔噔也可以。另外一种，你干脆把它圆圆的，杭多米浓夜空山哈，你干脆用这样子雷嘎头的方式，哒哒哒哒也可以。哦，你不一定要切的，如果你切不好，就会不好听。你干脆把它用圆滑的方式带过去，这也是一种方法。所以下一次再选这样的歌，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字和粘在一起的歌不好唱的句子特别难。之前我也提醒过，要不然就要唱的短短的，短短的怎么短？你如果一直冲出去就没办法短。
那你短就是要让声音停在这个地方，唇齿要比较多。但是如果你发现你唱起来还是很急促，那试试看用某 Q 用的方式去诠释看看，哎，如果把它变成比较圆滑，它会怎么样？好，所以我觉得整首歌你就是拍子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到副歌你就放开，我就觉得你看一遍一遍都起高，我就觉得很好。好，所以前面可以再去想一想，哎。你想要柔柔的进来的时候，可以用怎么样？不是啾啾收收的这样唱，怎么样可以把声音 hold 好那个方向，然后温温柔柔的出来，而不是害怕。好，我觉得应该会更好。好，心路欣赏。所以你现在有听到？有哈，有，心路欣赏中啦。所以老师讲的你都知道了。应该知道，应该知道。哎啦，心路欣赏。谢谢了，谢谢个问题哈。好，按这个考不出来。好，看一下顾秋婷的分数。好嘞。心路欣赏。64分呢。心路欣赏。高分。帽子戴下去，你看造型又加分，你看。我记得条他表演给凤飞飞狗的那种感觉。你唱一道彩虹走下去，好不好？一道彩虹挂在那天空。老师，小 Q 老师还没找到 key。结束。壮老师他厉害啊，破个有程度。因为他那个没有 key 啊。No key。好，来杀了，哎呦。杀来是自罚，带来什么案件？哎呦，嘿，你不要唱的比我好啊。是不是有点难？什么的安将，手枪的一枝花，啪啪的牙齿，风风的嘴唇，木子甲无伊讲法。什么的安将，什么的安将，酸果的没有办法。单纯的纯粹，甜蜜的笑容，实在也等印象。风花又给摇来砸，什么的安将爱马莎，爱上的思维又后生，爱唔爱差。什么的安将，什么的安将，手枪的一枝花。牙齿缝缝的嘴唇，木子那无伊讲法。什么的安将，什么的安将，酸果的没有办法。单纯的纯粹，甜蜜的笑容，实在也等印象。风花又给摇来砸，什么的安将爱马莎。爱上的思维又后生，爱唔爱差。风花又给摇来砸。爱马莎，爱上的思维又后生，爱唔爱差。又见面了，一秒冲帅嘞！对呀，这首歌真特别你只差慧茹老师的和音而已。真的吗？这首歌的和音就是慧茹老师。必欣赏，老师好。对呀对呀。不过一后堂啊，后堂啊，就有邓百成的味道哈，真的懂。还有个要通种哇，这个有点80
有没有比你还老派？有点僵硬一点，僵硬，蛮僵硬的，对啊。要有那种调戏那种感觉嘛。拍拍肩啊，手手花的嘴唇，手指甲尾巴。什么也安将，什么也安将，身高嘅没有办法。轻浮，轻浮，就是人被我冤去了那种，给个亏女孩子，对。也有点那种感觉，哎，像罗哥那样轻浮的感觉，你好，越轻浮越好。哎，冲过这种被有情通走都轻冲流嘛，然后被有演嘛，还有演的部分。哎，不过冲了以后呢，好啊，原唱认证，这个真的也不用太多访问了，这个老师一定急着想要，因为我们学习啊，还在学习，不用那么客气啦，真的还在学习，真的啦，不用那么客气，真的他声音已经就是炉火纯青了，嗓的有讲，嗓音有讲，就是真的动作有点僵硬而已，对。这个我会在狗瘾的管黑啦，记得猥琐，对，轻浮，冲2条狗的时间，回去那个肌肉松弛剂多吃一点，是要多松弛，是松弛。什么呀？好嘞，好嘞，没完没了，然后来像有 Selkie 欣赏蛤蟆老师，好，对。子华好，T 拜老师好，汤冲过来。你本身咧客家语嘛？嘿，我本身屏东客家语，屏东客家语。那基本上这个唱功蛮不错的哈。从客家歌有点冇嘛强用的地方，以后我汤圆上我可能你也有唱闽南语歌吗？有，佢出2种台语歌。哦，难怪，就是给他中国的讽刺，就是它的架构就是国术的一个水平的了哈。那个唱客家歌很容那个好多歌其实都面临到同一个问题，所以这是我要给你建议哈，因为你要可能你要先思考一点，就说你的声音的这个频率啊，哈，妈妈不太对，在哪里呢？就是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唱功、音准什么表演都不是问题，是在声部有一点问题，在哪里？你就听看看，你所有的声音在舌根。舌根嘛，个意思就舌中发完音之后在舌根，你看舌根又不像罗哥有下胸，你没有下胸。低音呢都八卦这边，所以也就是告诉你，所有的高音在鼻腔上端。这你要冲过这个叫面腔，这叫面腔。这个面腔哈，以前有点冲后落狗的时间，它往后压根的时候，比如说你像个罗哥啦，像那个杨哲啦、陈随意给你的冲啊，他们有下胸。你现在是在八卦。像郭宗佑，他现在已经要下胸了，你没有下胸。像许富凯已经有下胸了，所以他频率已经在额头了，你还在那鼻腔上端。不然冲客家歌尤其冲客家歌会面临到一个问题，7个单音的部分都鼻腔那部分你就变红音要压。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声音在中频，口腔中音上不去下不来，在这个横膈，这个就是内收音的推运。所以在有那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声音的辨识度不够有高低。不够有高低，然后它不会形成律动，像就刚刚罗哥做的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前后声部在调，你是听他的声音，所以你可以看那一段，那个声音是有 Q 度，那个我们讲 Q 度的哦，各种像等于说话整个在说话嘛，所以你从后落国你没有这个东西，你还表演也没有这个东西，可是刚刚罗哥讲那个东西，那个叫说话的表情，如果你可以带进去的话，你会变成你的闽南语歌有 Q 度啊。但是他刚刚比我高8度。高8度，那个声音高低，声音高低某嘛该用，就是声音的高低，它不能诠释，就是说你声音是不是有律动，然后声音有表情，而且你还有个问题，就是你所有声音都是从舌中发音，是拉舌根，但是你低频没下胸，所以你从客家歌位、从后落歌都面临到一个问题，叫做同频同音，上不去下不来。所以这个会造成一个歌手很大的致命伤，不能你懂高分呢。但是我到了副歌，实力非常好，丹田很好，然后表现也很好，但是声音频率并没有上，要特别注意哈。其实你已经是完整的歌手架构了，懂有几分丑都给他不业了，但是那部分呢，可能要提醒你一下，这个声部这个要调整。某调整的话，你如果在舌根这个部分，胸腔再怎么用力去唱的话，你高音拉是压喉音。在鼻腔上端也没上，很可惜，声音的特殊的音频就出不来。
哎，好不好？给你个建议，谢谢。感谢先生。每一个人的有时候这个喉咙状况会有时候不一样，还没长大啦，也不是的，还没长大。如果以后你如果有一些这个声音状况有问题的时候，你去这个龙潭耳鼻喉科有一个有耳鼻喉科，嘿，啊，你就去找他。大池塘旁边，对，开鼻孔当医生是不是？对啊。哦，他是耳鼻喉科医生。是。我再去那边挂号。开鼻孔哦，两盘这边哦，好来，跳阿乐可以哈，字法给分数。好嘞。反正一狗分啊，94.5分。对，老师的建议你可以听，但是你还是保有你的特色会比较好。不是一定说比较好，就是你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好不好？狗冲跟吉靠封面都得喊他进步。你如果再加上一些下胸的共鸣，会更好。你就不会只是就是啊，你的声音像费玉清，你的声音像谁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大音难冲嘛。好，好吧，加油，谢谢，加油。OK， 好了，回坐。什么？不是那么会唱哦，你会冲啊？对呀，对呀。冇啊，你高峰啊，冇强用啊。你前边本给建议嘛，建议啦，因为遐看歌型啦，每一条歌的歌型冇强用，搞不好有一些歌你就运用得到下胸的部分。是啊，因为这首歌他可能也想说，我就用上面的感觉来唱。对啊，因为你本身就是高速嘞。对呀，而且刚刚高八度好厉害哦。厉害哦。好嘞，杀下来。杀落去李小怡带落去女山公路。对，我刚忘记的人，拍谁？嘿咻啦嘎咻，啦嘎咻，啦嘎咻，嘿咻啦嘎咻，啦嘎咻，嘿。杭菜呀条山路，爱走4里8，1点钟1把公车，弥漫爱大条命，日上应给里行，浪漫松快，行家行慢给 tempo 起家来，是提相爱。条路年行，是提相爱，终点很依然。总黑，兄弟俩条路，一路路，你跟不散，见山又给山总爱，杭州路，杭地山路，标记所有最美见山和黑山。真的，中头海了，你看。对你干脆鞋子脱掉就好了。没有那球。歌词里边都有冲啊，做了头海，做了实力吧，实力吧，啊，所以就有应景的感觉。想嘿，从真的自己去玩的感觉，自己进入那歌曲的状况。你是平常都会出去外面走走这样子？因为我应该带新竹哦，然后因为子轩他们基本是新竹人嘛，
應該係寫嚟讓來啃的空調爐。哦。該打扮該轉性中，該講給咩模事情好做呢？該模子死叉模子 K 叉 K 內灣還有逛一圈。內灣啊。對，就是鹿一山公路那邊。對，內灣我們上次有去拍過。有。我們還去弄了那個什麼？什麼空氣？哪個我唔記得？愛心鎖嘛。有。愛情鎖有，可能沒鎖緊，我忘了。很水啊，很吊橋，後山後水啊，對啊，轉位置新東河。對，有時候去那種自然的風景走一走，正經會本心情有沒有它沉澱？對，有啲做表演跟你。大自然是很有療效的一件事。一個地方。水安寧溜，安看一下酒。看水啊。你是看着魚兒溺水？沒有那麼沒有那麼奮鬥，就只這樣看它這樣子流，就哎，好舒服，好好玩哦。那個看那石頭啊，因為它經過石頭，就這樣鑽那個縫隙，然後再看那個小蝌蚪，這樣就滿足啊。可以啊，療癒，太刺眼，兩一手困到了呢。就跟看魚缸的魚不肯動丟。那你就 YouTube 打開很多。個毛孔用啊，你行出門啊，真的可以一起去逛逛。可唔可以創造有這種情境哦？教學老師有請。少爺，基本上真緊解除封印了。我覺得哈，我們那個帥哥在的時候，你就被壓抑到，或者是對。賈斯汀在的時候。他要麼就是太過衝過頭，就是一直想那種想表現的感覺非常強哈，就是自己本身的那個表達的那個能力就不是那麼自我的表達。根本不感覺講，他真的唱出他自己。你不要，我特別注意到他從頭到尾，他完全沒有像以前像走神，比如說間奏的時候就有點走神出去，或者在想別的東西。對，今天整體都非常完整的，包括到。最後在那邊跳，而且連造型，他真的把實力把都穿出來了。剛才你真的是很值得鼓勵的哈。小廣，不能，我覺得我真的很想給你一個很圓滿的分數哦。不過就一點，我特別要提醒你一下，因為這首歌它因為中間有轉調，那有的我有看一下其他老師的臉色，好像你在轉調的時候都會覺得，哎呦，好像出這樣啊。你會要。你轉調的時候，因為你是個非常有天賦的歌手，所以你彈到狗，你就知道怎麼去唱那個音。音沒有錯，可是問題是，比如說你從1到 A，1到 A 這個就是1到 A，A 到 E 之間這個4度5度這樣對轉的時候，你忘記了說，你記得講，其實每一個調它有一個共鳴的位置的特性，所以你轉出去了以後，你就沒有進到那個調的共鳴區。整個線條下來，你還在那個共鳴的感覺裡面在彷徨。儘管你的音準的，但是那個共鳴聽起來就是怪怪，擺在不對的位置。人家講你低矮就是你要衝口嘛，所以你會覺得你唱起來其實自己覺得音是準的，可是它應該不太像我在唱這個歌的感覺，因為你在別的調裡面，你把別的調的共鳴印象。轉到這個調裡面，那這個在4、5度之間是很容易混淆的，那就差在那一點點當中的感覺上說，好像轉得不漂亮，好像這裡又不漂亮，那裡又不漂亮，總結加起來就會覺得好像有點瑕疵了哈。來跟建議說，下次你可以那麼投入的情況之下，再注意到當你轉過去的時候，你就到另外一個調了，回來的時候再回來這個調的整個那個心態跟整個身體的共鳴，這樣要求雖然有點過分，不過。我認為你應該是準備要做到那個上面去的歌手，必須要有這個條件，就你自己要有去怎樣去把自己鍛鍊成有那個條件去做到說，我今天敢轉調，那麼我就會懂得調跟調之間它的共鳴的位置它是有差異的，同樣一個音在不同調裡面，它代表的意義是不一樣的。我相信你了解啊，比如說在這個調裡面它可能是咪，它換到下一個調裡面它可能只是哆，對不對？對，那你可以了解這個意思哈。好，繼續加油，好不好？好，陳先生。有可能坐上去。有可能哦，自發94點，先搶自發來到舞台。來，自發，等一下。
这个位置很奇怪呢，你有蛮奇怪啊，又蛮奇怪，很奇怪吗？为什么会奇怪？主要第一百曲都站在第5个位置唱的，哦，真的很紧张呢，学长。I feel you 哈。哦，感觉好像你就是卫冕者，跟他们真的羡慕你。对啊，但还不一定啊，体验嘛，还不一定啊。听呀咪哈，对啊，也就会看那个是超过分数的话，你就做抽上去；没超过的话，你还是回去哈。对对对，哈，听好了，可你收一个分数。梦子飞那头，那个呢柠檬汁哦，真的好吃嘞。来专业哦，上辈有拿一滴的来嘛，啊，制作单位是本来一盒，啊一盒拿做一本等，啊本等我估计也有一点磨的啊，磨的也不呛呛啊，真的哦，哎呀，给掏枪枪啊，内蒙啊，个本2包。哦有啊。听好了，可你收一个分数。96分啊！哟，奇迹了！大米哈，没关系，你还是有机会的哈。小米，你可以明年听完。好了。来到传统组的爆米争霸赛，目前卫冕在卫冕7冠嘅林克勇，到7冠了，厉害了啊 ！Lucky 7，哎，真的蛮 lucky 的。冇啦，你实力好冇？100、200係 lucky 啊，都啲7冠嘅實力啦。來，也今日也有新的挑戰朋友哈。啊？誒冇，全部強用。咩強用誒？全部強用哦，全部留下來係啊。冇錯。好了，比賽之前介紹下你評審先生。好，歡迎李楚豪先生、蔡啟貴先生、曾明珠先生、林贊義先生。啊，CB先生就乜合格嘅精英，敵過芒蟲嘅，做馬來西亞難講嘅詞嚟講，最讚到嘅骨搏機嘅先生係冇？真係啊，嚟，我哋有請 TV 參賽朋友 ，TV 係葉小球帶來羅山歌，嚟，彈我啦。攀不开天，都已经难。好顺流。梦自神流，神风难。天晴地晴。万系父母亲呐，
太太狗，好，对，中国同埋共用係，我必車，感冒係有感冒係。支氣管炎啊！哎呦，支氣管炎。哎呦，愛感冒，支氣管炎。哦，你們這邊病灶區，病灶區，東江一切都安樣。我哋美使啲機遇冇共用啊！然之後佢從客家歌接觸到客家歌演員咧嘛，因為下班啊。下班都冇事情嘛，都就看到你咧搞唱歌嘅，佢都過去啲片旁邊彈，嘢欣賞我來，你想學嘅來學啊你。哦，真的哦，你有冇啲很厲害？係嘛？點樣？我高長順條有隻社區活動中心。哦，高長順條。三甲里嘅山安活動中心。哦。喺二樓有搞客家歌，陳秀珠老師呢，我只行，有談到客家歌呢，我就好奇啊，就行上去啊。佢嗰陣時搞嘅三太跳嘅呀，流行歌嘅，國台課啦，全部都有，就是全部流行歌啦，我所以談啊，就是係咪？交錢拿錢，我談啊拿錢，佢講，佢就興趣出來啊，來拿錢嘛。哎呀，聽個禮拜我就去嘅啊，最去錢就叫嘅，係啊，主要用開始唱客家歌嘅，開始接觸呢啲客家歌，流行歌嘅開始係，開始嘅歌唱之路啊，後生歌嘅他最近嘅事情係樣，你喺第一擺來比傳統組嘅嘛係冇？算第一擺啦，第一擺之前就冇流行組嘛，係啊第一擺已經踢到禮拜，踢一禮拜，踢三禮拜，踢三禮拜係，踢三禮拜從就保釋下來。好，從這嚟哈，唱秋下欣賞公平哈。好嚟。不容易啊哈，流行歌轉兩個啲客家歌，尤其佢們唱嘅老山歌，就係啲三太調轉嚟唱嘅。一般就建議。老山歌，要叫拿多米啦，山上一邊話，你咪最高就唔好嚟按起咗啲唔是按歌，你原土，你今咪唱個原土唔拉啦，這唔拉是樣啊，講跳下叫綁架，綁架啊，就乜不停綁架啊嚇，哎嘿，你做那原土嘅嚇，有幾隻事嗬，你起數佢不足，都係金嘅是金啊，你後邊你數金是多咗辣金。好，你用力有狀態，好，你個書方要自然啦。啊，你這個條件不用力強多，會不會你去就比較書氣會還不夠不足哦。還有愛有心嘅時間，你看怎麼後面多少卡卡順風，雖然你老山歌你自由演唱，唔過你到順風嘅地方，去到你到地方你冇關係，順你咪冇關係。夢自神流，神風南。哦，注意哈，啊，父母親哈，佢比較還不足。貴屬歌嚟講，我是動張，但是你這個潤氣嘅時間要注意，啊，我本只建議個下回嘅時間。你唱呢種嘅老山歌，起唔按歌，唔係表現更加好。好，嚟，你就看夾嘅分數啦。好，看一下葉小潮嘅分數。係啊，嗰個分數特別就低空飛過嘅啫嘛。差唔多啊，係啊，嚇，就。補充一下啦，嗬，可以翻返留下來冇？係啊，我後輩創作樣板，好嘛？好，安子生，多謝，多謝，謝謝你啦，錯。對，家安前面唔係講到德高望重嘅老師咩？係，家我哋差幾個字。講蒙衝。係啊，係嘛嚇，蒙衝，所以眼光唔錯，排泄，排泄，的個蒙衝，的個蒙衝哦，好啦，沙下來，呼風氣帶來三個字，嚟彈下啦。
哦，对，有，你好，嘿，哎呀，周胜利做到冇時間都出過嚟。30年唔是吹氣了。 30年不是出過嚟。真的。去日本了。就30年前去日本了，屯滿人。 好了嘛？人係搬洋。哦，唔係，搬洋啊，係啊。嗰陣很後生啦。哦。做邊樣轉來啊？4幾樣茶，4幾樣年啦。哦，嗰樣是還忙做生意。忙做生意。哦。像有喊後吹了。有4幾樣茶啦。4幾樣茶自由業嘛。自由業對。係啊，哦，張有4幾，啊，佢嘟嘟認識人搬洋。 已經結婚了，有相片，你看。啊，姜子嘛，哎呦，姜嘞哦。啊，生日就標本4太人。姜係咩？姜嘅。哇。生日標本4太人，啊，兩個就出過去了，去日本。哦。哇，他還有接吻照哎。哎呦，接吻照。kiss 呢。哎呦。吹血。 一個嘟嘟落雪的時間，哦，這樣特別溫暖的，哇，30年冇去嘅。應該兩下做的退休嘅吹氣了咧。我本樣是去年又去啦，我因為腳受傷冇法度去，然後我冇去向下去啦，然後細郎向下去。但腳下好就向下去吹了。當到做安尼，像阿爸特別做生意嘅時間，全部阿妹走吹了。真的啊。阿爸你冇較重點啊？阿爸又冇去向下去咯。就像我啊，就本。 太太去研究啊，就冇去啦，啊，我哋不加裝啊呢。按下羅媽媽以後呢。客家人親小朋友。真的呢，真的啊。嗯。你們窮樣啦。我當下啊。係啊。窮樣。係啊。彼此。對啊，喺冇錫嘅朋友，咩30年嚟嘅嘛，係啊。你叫冇去日本啊？嚇？張對嘛？啊，張俊來。誒，講真，係咩30年冇去嘅？真係假誒？唔係做在吐羅少，向阿姨聊一下。還是動接出過啊？去表演，但是日本就30年前咩110了。係啊。啊，就都要忙嘛。嗰樣時我同阿朋友咩忙結婚。係啊。係啊，我帶我媽媽還有我個助理，啊，就是4個向阿姨啊。哦。倆做在吐人醫療了呀。希望。希望倆講出希望。我朋友。錢拿出來就醫療。走啊，就去呀，真係。係啊。算了，我現在真的不想走。好啦，來。係，從手來唱幾個欣賞。好，方毅講佢俾帶來一個山果子，佢俾其實我一開始接觸到講亞述歌嘅時間，我就看人樣牛絲啊，因為一般來講山果子啊，要從山上嘅來結緣嘅岩絲，哦，尤其那個第3段，哦，喺職業上嘅唔從結絲。 也係按農業上音，並唔係四聲音，哦，唔係遮音哦。結果按唐愛，你對牛嘅事也係有算出嚟講，有去練過，有去練過。但是不過呢，有人講山歌啊，我要填皮絲，加唔唱一段我學一下。山歌嗱，我講好地要曉地咯。我想我山歌一般人會山歌了。 佢冇揀一個意思，山歌要被唱到啊！我想佢俾拍開唱一碟，結果冇作嚟當真。但是不過啦，佢俾一個山歌字啊，因為一個詩嘅問題，來結緣嘅緣字，來結了緣啊，也就講下來。再過啦，偉大了結啊，雖然歌嘅冇好，要歌大音當分明。 哦，就算只能算講平平的啦，最少基本也個豉油牛章，哦，豉油牛章，有呢講做到親強，就只能講平的啦，平的哈，所以也學自家高大音，有時還要去練習，咁樣嘅話，個會較容易得高分，哈，叫再加油，好，什麼先生，什麼先生，你們分數越來越好啦，係啊，係啊，見嚟見進步。好，來看一下佢嘅分數啦。哦，看一下傅鳳琪嘅分數。好。92分，有分數再留下來，但是每一個嘅分數，係啊，唔怕，好 ，OK，誒，聽天啦，聽天啦。好，安也是很好哈，來沙來，沙來喺城裡面帶來平板，來彈個啦。
董事长，哎，那个呢柠檬汁哦。好吃嘛？哦，真的好吃嘞！我专业哦，上辈有拿一啲嚟来嘛，有。啊，至少当面就本来一盒，啊一盒拿咗去本等，啊本等我嗰件嘢可以連磨嘅啊，磨咧，不槍槍啊，真的哦，嘅泡槍槍啊，內蒙又個半兩包。哦有啊，冇，誒，加個氣泡水清蒸。我這個有用緊你網絡訂購，哦，用網絡訂購，還是要捧場，真的好東西啊，係啊，好東西，一筍那樣。對啊，上面有講除了種檸檬，還有百香果。百香果呢，成熟的時候就會跌下來。哦，你叫我跌嗎？它自己成熟會掉下跌，沒砸嘅哦。哦。哎，佢就跌下來。你鹽天嚟下呀，用來賣係冇？沒。所以放嘅時間會自己會掉下來。成熟會掉。誒，我知道我特別是去山東紅看到個土雞數，哎呀，我全部挑戰呢係冇啦，山東紅凍到嘅自己甜嘅，我慘咩？野生嘅。對啊，野生嘅。哦。全部都白啊！然後跌到天下，跌到天下嗬，跌到天下個前磨鹽要條錯嘛，錯條對哦，所以我啲賴苗嘅啊，賴苗跌到苗度要嘛，跟住溜咗咧。哦，結果呢拜嗬，我講嘅係燒家要我講誒，下住落水嘅嘛，啊呢啲係群咧冇收集落嚟好咧啦嗬，哦，結果天公依家公講，老闆沒有百香果了呢，用誒，差不多半已溜咗了。本車咧，好做啊！要中意，要前頭了啊！那個苗嘅樓下都就幾多啲嘢啊！啊，用嘅視察就知哦，啊冇嘅監視器嘅留東西哦。那邊山上沒有做山當好冇，山當冇。咁元素佢頭起嗰做嘛，頭起賣。有可能啊。頭起賣啊，前後加啊。哦。呢百香果裡面，你對陣啊要去採上賣。一斤都係50塊呢。哦，真的哦。哎呦，山老鼠。真的哦，啊，用個啥？你當你來台灣用個啥？我拍圖播，我一啲就要擺住去，讓我朋友講，誒，安尼咧攰啊，看比較已經未跳喎。結果係看到佢差10個咧，因為其實唔正，我哋看到，喲，一到地叫咧跳那東西啊，沒有。一多啥人？看唔出來，你去水推差落啊。啊，結果。通唔少，為半點鐘，喊住我哋一個醬多，一個剩少。生命重要，對吧？熟啦。啊，隔日來限採嘛？啊，唔記得隔日來嘅時節，百香果限採嘛？我冇注意看，因為都工人去做些嘛。啊，後來我們就用消極的方法啦，消極的方法。用乜嘅方法？每天去採回來，每天就收回來。按不掉，晚上之前，那是積極的做法。對，是晚上之前就把它收回來了。哦，哎呀，先下手為強，哎，你的小偷都偷不到。對。可以種兩道東西辛苦哦。要做一種經驗啦，便宜啊。好，從說嚟，請民族先生來公平一下。好來。好，陳先生，好帶來了薯片板。好，你是浪流來，好，再來呢？你睇啥咩？浪子回了頭，愛強潤來，啊，永遠哈，分數會拿下個，哦，但是呢，提醒你按人嘅路頭來啦，哈，我要讓鼓勵啦，哦，繼續加油，好唔好？好，就像那原住民朋友有個加分，你知道嗎？是這樣。東部地區嘅朋友，你分養一個。冇啦，今日真的唱得懂好啊。唱得好啊。一有米頭，真的唱得越米越好。看一下分數就對了啊！看一下陳裡面嘅分數。92分，目前7個分，恭喜陳大哥。加2點5分就左右啦。所以咩就好來沙來菜鳥給我帶來羅山歌。來彈緊啦。劉白山歌，羅帥哥好，羅帥哥，吉娜小姐好，你好。天玄地上好，各位觀眾好。為什麼不是美女？大美女。
今天要讲帅哥的，莫讲帅哥。帅哥好。罗帅哥好。罗帅哥。吉娜小姐好。好，你好。有没有？天学地上好，各位观众好。我怎么不是美女？大美女。各位。天学地上好。各位亲爱的电视台面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你的乐师。徐梦妮，谢谢小康老师，我吹哈，安子谢谢老师们哈。干嘛？我们节目还没结束呢，你干什么？我要直接帮我们 cue 大家，因为我感恩在心。哦，配了这么好的音乐，不管唱歌，他很感恩的人呐。你是要选举的？我没有选举，我是一个小小的草民。哎呦，草民，小老民女就好了。草民是这种，你是可能是小巨人呐，小巨人，在下才是草民。我是乡下人的土包子。哦，你唔系啊，奈不会？我冇要讲，我是乡下佬。奈不会打嘴鼓。诶，根本应该要九字讲，有3年叫感谢。哎呦，慢点，慢点。大家非常感谢我启蒙老师理论相信上，佢让我举托，要俾个机会多功能班开班，我脚别踢团踢，我摆脚包人石膏，我堂堂安消息，因为我当好床上过，我日日恨我来在我去，我。脚骨摆啊摆哦，是起好。我新闻理论相信上，但是好景不长，1807年当不幸哦，得到重病已故。我新闻感谢佢嘅指导。後來呢，如繞牆道千倍嘅先生魏勝松老師，如讓我再三嘅指導。那學生過後到底下，也經過當多嘅先生，徐煥勇老師、劉秀蓮老師，很多位老師讓我指導，讓我。慢慢的我，因為我從路咧上過路唔是咧嗬，從唔轉來，所以喺嗰邊咧當感謝，新聞感謝喺嗰邊咧，假咧機會對天時當咧新聞感謝咧先生好咧，要叫字，學得冇一比賽冇得獎哦，有得獎冇？有，嗰得獎要感言一重咧。新聞已故老師還有107年到往生，很可惜，田傳業過世。不過田傳業今年我參加鄉公所、寶山鄉公所比賽，拿到第1名。哎呦！我來預測分享，高興咧。記啲咧，記啲咧啊，記啲咧。哎，我所以利用相信上，真的周年應該非常成功哈。真的哈，青島嘅學生嘅感染嘅。來參加咧哈，來比賽啊，都挑戰朋友，全部都飲到咁樣嘅。係啊。還有冇咧哈？我談公平咯。冇咧。冇咧哈，槍戰疫情上。啊，你是在講嘅哈，你啊，人講做人愛啲人家親哈，係，像你啊用叫字哈，今年的對啲以前嘅各方面嘅經經行行哈，人哋記都按清楚，喺得先生嘅名佢係記得清楚，都睇人講嘅人生處唔會有拍嘅嗰種嘅感覺，啊，係非常好。但是呢，下嚴家哈，一開始家下第2到第3季開始，第2季做漢藥。漢藥咧較細啊，嚇較細，所以參加冇比如到第3季嗬，我上面都冇同樣嘅希望後生，嗰種嘅共鳴音咧就嚇做較比以前嘅個較好啊，所以今日上起來雖然講面上從那滿山數家嗬，做落喺嗰面上嘢沙，真係傻槍槍嘅嚇，壓踢嚟啊，所以睇唔到啲各位嗬創新多。面上也係要壓踢嚇，但是呢，鬼數講起來係當非常嘅正常，以後加油！好，謝謝大家嚇，你對面上點樣做反應呢？看一下蔡妙橋嘅分數。好嘞。91.5分，目前嘅青果分，係冇嗬，冇問題。恭喜，恭喜感謝，恭喜哈，係啊，啊下禮拜上嚟了啦哈，上嚟開講哈，你等下就下來了啊。係啊，對哈，哦，因為下來嘅 V 面就係，對，好嚟，林克雄帶來3個字，嚟。
老师，你不会自高，你蛮学富五车啊，真的太厉害了。哦，今日要讲的吼，今年开始你学会费吼，有要求全国各人士有所有搞深耕教育的那个国有班，还课语认证班，将会搞到你学年哦，生发应用有关的内容。哦，所以我今日就讲到客家的俚语、谚语，就是师傅啊，你顺便团一团啊。哦，好啊，好啊。撮孔雕顺，乜个意思对冇？撮孔雕顺，撮孔雕顺，走空斗顺，撮孔要雕顺，係咪一個門嚟咗？雕順，孔雕順，撮孔雕順就係有好還是唔好？撮孔雕順應該好呀，應該好嘅意思。唔好啊！你啊平常講唔好啊，咱們設計啊，做得快注意嘅快事，你啊就是這樣來用啊。哦，你係善言哦，雜擺做嚟撮孔雕順啊呢？我記得意思係嘛？係啊係啊，中文就尾酸唔會除哦，挑蜜彎番薯，係咪意思啲冇？尾酸唔會除，挑蜜彎番薯，係昂嘅意思嗎？昂，真的啊？米比較貴啊，番薯比較便宜，條拜啊。哦，係表示個昂嘅意思係還有嘛？有啊。誒，有咩做啊？當然啦，係做過暖順來。單管那係做過暖順來。哦。就係唔咩是後上過，唔咩是厲害過嘅意思。厲害哦！你睇下你後上過啊，後上過。哦，對對，哎，好厲害，真的，謝謝。是夢先生，是夢先生。這個可以多學習。哎，真的哈，也是不發哎，難得嘞。真的呀，哎呀，我家裡也有一本啊。啊，真的哦，你拿出來看嗎？我從來沒看過。上面黑啊。有啦，就是我們就是屬於可能突過嘞，你還唔記得太久冇用嘞。Short memory。Short term memory。Short term memory 就比較厲害。你的 long term memory 冇咁厲害。其實我們也會看書啊。他長期嘅記憶唔記得。就會你看了以後。哎，他久了就忘掉了。但是你叫我們記那個不是台詞、記劇本啊，記什麼啊，聊東西那個就很厲害。有誒冇誒啊，同小康老師講下聊東西厲害。演戲演什麼記啊？台詞對啊，我演戲，哎，我看一看，我就可以上了，哎，就奇怪了。你現在不演戲了吧？每個人專長不一樣，現在記不起來了。要記唔了，真的記唔。哦，我同先生公平了哈，唱秋下先生。今日也算。擂台主哦，我相信有壓力，壓力去挑戰，能夠過關嘛是唔對，先嚟講你今日三個創作客家人咧，做咧調一點咁嘅高音去唱，冇按大韻，你後邊人嘅別感覺也有辣音大變出來啊！係自古流傳嘅地方，你呢個地方你唔好懷疑啦哦，山上唱聲音都是辣。今日因為講我唱到了咪，因為講多少比較聽起來還冇蠻足嘅意思哦，因為今日對數清強吼，你嘅客家人一般按強吼，我講阿鳳老真啊對按有興趣，即建議可以辦客家人一班，做得嚟，上好客家話就做一陣，對啊。所以今日因為比賽咋，同你都會強數吼，真難分出個大個唔掂，你林先生能夠過關嘛？哎呦，太少。對，但是之前呢請過分92.5，但是有機會啦，應該有啦，應該冇問題。哦，像目前嘅請過分9字，還有裡面泰國。哦，天天來哦，看下來看分數啦哦，看下連啟雄嘅分數。上家了那地啦，像這次有一集哈，唱得非常有韻味。後來講第二個佢係北部專門唱嘅白燕。哦，白燕團嘅啊。哦，那個聲音上動亮。好嘞，應該沒兩種聲音。看下來看分數啦哦，看下林啟雄嘅分數。哎
山歌音乐会，哇，你不得了！那节目当中啊，有请到那田传义。山歌组的得奖的朋友来到你节目，我哋唱歌唔得個糖哦。強用係非常喜歡你客家山歌，傳承你山歌文化嘅好朋友。錯啊！按想好好聽佢唱歌，等下好好嚟訪問佢啊，對啦嚇。來，首先歡迎第3名嘅青葉梅帶來山歌子。好嚟彈噶啦。年末子要見面啊！恭喜哦，總算得名咧吼！係啊係啊！因為講，佢啲人咧節目唔是得個名，唔係有要要炒歌爆座哦，要炒歌爆座啊！你啊，排死啦，排死啦，200天啊！你200忘詞，後來忘詞，後來忘詞就淘汰。哦，嗰次唔記得帶到啊你啦。一天傳一100得名。T 100去參加，啊 T 100就得名。T 100參加，T 100得獎。係啊 ，T 3名。T 3名。所以特別歡喜啊！係啊，呀節目當到啊你了。係啊，就 T 3名，今年 T 3名誒。哦，明年就 T 2名。啊，後年就 T 1名，這樣變得很容易。100比100進步。誒，100比100較好。對啊對啊，跟你比賽有做到乜個事情冇？係啊。這個比賽哈，其實
做在糖豆当多前批有啊，哦老前辈前有些那个前批这次有一集哈，唱得非常有优美，佢講後來人哋個佢喺北浦專門唱嘅八音咩？哦，八音團呢哦，那個聲音咚亮的，嘿，咚亮。好嘞，冇按人應該沒兩種聲音。差不多。聽咩過年時間啊，爸係，都很易唱嘅。六點都開始飆誒。哦，真的哦。個衝盤嘛，係啊，衝片都音飆誒。哦，有過年嘅氣氛那樣誒，他講完頭擺過節嘅時間哦。啲聲非常安亮。係啊。啊，個係一集呵，一檔特別品種啊，都出去比賽專門唱試驗。也擺有糖豆嘅唱海六。海六山歌。哦，那個。他的聲音也很洪亮，很特別，只有董後堂。哦，阿叫得名冇？優勝有入圍啦。所以你因為大家用唱詩演佢唱海流音樂，互相會欣賞啦，係咪？對。董後堂咩會喜歡？佢啊隔意啊，仲用海風顏色。你海風咧嘅南海仲強。對。強，蠻特別的啦。特別啦。按的糖豆。那明年你就用海風來跟他們拼，好嘛？然後天天練呢，幾個講詩嘅呢，詩嘅呢，係冇？係有機會，明年天傳嘅大家去看，尤其係決賽嘅東京場，就將嘢客家嘅音樂會哦，音樂會啫，反正人家去比賽了以後呢，還有得名嘅藝啊，就鬧嘢大了，做油腔嘅，就嚟到你節目當過，好冇？係啊。多謝呢，今日恭喜你妹子哈，謝謝第一名，盲年第一名，希望第三名，盲年第一名，身之作用啊，對，身之作用，去講嗰個大幫嘢好經驗。哦，安志生，多謝，哦，專業當場，謝謝。麥克風拿給你，你總沒有給人家收一下沒禮貌？你要傳接下去。好來，下來，聽一名嘅優秀曲帶來3個字。來，聽下啦。都差了。
娘嘅小口金，係啊，你好，係啊。誒，小口金是來呢節目參加比賽嘛？有啊，有啊。2017年。哎呦6年前的，6、7年前。去年嘛有了的啊。去年有音樂會。哦，音樂會哦，劉師講去年沒有得。越來越強啦。係啊，我都感覺你唔出來，我冇出來。你下就有影響咧，越來越強就有影響。對，跟你參加天川，你係第一擺參加呀？參加夾擺咧。哦，因為按好衝哈，當年都會比天川。咩細胞寒，咩啦，好衝咩？曉嘅啦，係咪？咩啦？特別參加嘅天川演比賽哦，係啱興趣啦。哦，興趣啦。啊，有聽到嘅那經驗啊，本來做啲學習啊，係心肝哦，安尼就感覺安尼一澎湃一歡喜啊，洶湧澎湃，對啊，我喜歡喜嘅氣氛啊，喜歡嗰種氣氛。跟住當然迄個蔡思聰了入啊，嗰啲人難多。咁冇強款啊，冇強款。蔡思聰有青島人啲嘅片場。梗係賣出來。跟住動嘅公園嘅動作員咧，一你就覺得哇，洶湧澎湃。哎，最好啊。唔過公司採訪，當年都一樣比賽，看到很多歌手。係一隻青苔型嘅發通嘛，係一種經驗啊。而家就會激勵自家啦。那麼希望其中幾個舞台啊，就從其中嘅金曲獎的舞台。真的，歡迎大家回播東獎。東獎真的東獎。東獎。哎呀，明年還可以參加嗎？有時間我就熱天去嘅。明年幫佢提名啊！明年提名嚇，哎呀，實質再講嘅，好嘛？定啦嚇，提名時候呢有請來節目唱歌，我們大家談。好，謝謝哈，多謝，謝謝。好來，專業當好，謝謝。係全部安排唱。係啊，沙雷咗明年都做評審呢，提名嘅。義正帶來3個字。好嚟，談講啦。情結濃。
啊，难怪啊，真的。罗哥好，哎，今天好，去塞爆喊喊的，有很爱，铁一面，哎咩，爱最别人。脑热大头的鼻哥嘞，梅嘞，我味的哈。流行歌叫做鼻，鼻的叫传统族鼻，又流行歌叫做，流行歌叫做鼻，又传统族，再鼻来鼻去，嘿，也所有慢慢那个鼻水去。种草全部本拿就好了。无人爱鼻用空太阳的天天啦，所以你脑热大头的个天传热。洗鼻水去看全部毛鼻。看唔起，啊个讨厌。唔免啦，跟英语老师讲个洗床的无去鼻的啦。哦。跟唔多用。佢有只高凸的啦。黑啦。对。跟唔多跌落马清白洗呢。两款啊。没啦，除非日本哈皮的啦，也洗完的又健康起来。对，当对后生朋友也冲到真的是非常好。鼻都按到嘅鼻水。有按到，有冲到按后，有嘛经验，同样你嘅观众朋友经验啊，好冲3个嘅经验嘛，经验就心情要保持，保持，真记住啊，平常要有冲，你强叫我冲练习，因为爱多嘅英语老师嘅还有继续练习，冲，因为英语老师佢在比其他国术嘅时间，爱去。做助教小老师，小老师我有拿到新传师的，有系新传师咩有按次家咩教课嘛？有啊，成教西学的，教西学传承呢客家嘅言语啊，大部分系做基隆方面，不都基隆语啊？因为带识字啊，识字我去基隆嘅暖溪国小。也係聘請我當課語的老師。所以客家話，客家也有客語文學教。有鄉土語言教學。OK，所以有特別有這樣語啊。我也係個屬於暖溪國小嘅課語老師。有茶馬飛嗎？有茶馬飛。有啊，雖然冇唱過按多錢啊。不過看下小朋友誒，真歡喜。對。小小的種子發芽。1年生搞到6年生。哎呦。要比如講星期2課，規日嚟做係有學課語嘅，就第一節就1年，第二節就2年，每天啊看佢嘅功課表。用嚟教一啲學生。佢也有教材。有教材，第一課乜嘅。有啦，佢哋有咩有嘅？有講到大做的堂。有過年啊、幫糧啦，乜嘅地方性嘅法通都有。文化風俗，有影下教材。上課時間用講全程講客嘅。全程講客。全程講客。跟聲音咁睇是？他們是有拼音，你用標準那個拼音法。嘅時間沒用漢語嗎？你講乜？我解釋嘅時間，我同佢哋講，兩萬個意思嘅時間。解釋，佢想叫中華翻譯啊，解釋啦哈，有，先用安尼講嘅法語、國語啦，提供一遍，阿張用安尼漢語來去分析，因為相當多嘅東西會冇共用啊，種嘅啊，我們是種子啊，你種唔得搞幾講種子啊，跟冇共用啊，哈，安尼用 A 啊，來嘅啊，那個 A 很當接用到啦，就慢慢名詞開始搞，個聲音咁有格義，有格義講，真歡喜哦，真歡喜，也給我其他老師講，我最喜歡的就是課語老師。哇！因為課語老師會帶糖果來給我吃。就是我知道，你送動一定有去巴結他們，有，收買他們。上課噶就我很記得人家嘛，也表演啊，用獎品來鼓勵佢哋。會咯。你給生意當成氣哦，你欣賞哪東西，馬上就好。專業做動聽，你做動很好。聲言先定一下。對啊，用方法啦，用方法。清單詞嘅其實我。今年已經提名嘅了，跟明年做評審。明年溫族啦。溫族田村也有3個日族、洛杉磯族，還有小跳族啊。明年在溫族，再定名摘過來，安尼節目。冇問題，一定要轉來。係啊，安主席呢，多謝你哈，謝謝，好來，陳院長，
第一秒美公用。跟唔係嘅婚紗就是形容嘅鞋嘛。係見到。新娘子。好啦，呢節目哈，今日都要已經結束啦哈。呀，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啦。好唱歌朋友積極嚟報名哦。嘅打電話落去09666766等台自家打電話。好，等日到嚟報名哈。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因為呢，是問那個，多謝呀三 B， 是問三 B， 田傳義3個組嘅好朋友安志生，是問小康老師啊，有冇最欣賞安志生，辛苦了。謝謝老師們，謝謝。是問現場嘅工作人員辛苦了，安志生。好，下禮拜嘛唔記得一天都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再見，拜拜。